大家好，歡迎收睇一語道破。嗱，一踏入呢個丙午丁未嘅赤馬紅羊局面咧，咁啊真係火頭處處。咁啊睇下電視啊，讀下新聞啊，有時真係睇到火都嚟埋嘅。呢個世界咧就真係有強權就冇公理。咁啊叢林法則咧就再度抬頭嚇。咁啊有拳頭嘅國家咧，咁你就可以肆意掠奪啦，老劫啦，係嘛，開火啦，咁啊視人命如草芥啊！咁啊好彩咧，我哋就住喺一個亂世中相對和平嘅地方，咁所以咧大家必須要珍惜嘅嚇。嗱，美國咧就同以色列喺月尾嘅時候就對呢個伊朗咧發動呢個軍事嘅打擊嚇，咁啊隨即咧就引發伊朗。咁啊，梗係大規模嘅報復啦，係咪啊？因為你殺咗佢嗰個精神領袖喎，嚇。咁啊，雙方嘅導彈就亂飛咧，咁啊，真係已經進入咗第9日㗎啦。咁啊，美國同埋以色列就狂炸伊朗好多個，我諗係2-3千個呢個軍事據點嘅。咁啊，目前據知咧就大概係1000零人啊，1600人以上啊，都係死亡嘅。包括一所呢個女子嘅學校，呢個慘啦！呢個無情情咧就俾導彈打中，裏邊咧160幾個學生仔咧，即係全部女仔嚟嘅，都遇難，咁真係慘絕人寰嘅呢樣嘢。咁啊，伊朗咧亦都不甘示弱嗱，咁啊佢好似撒種子咁啊，咁啊不過咧佢定點咁向美國喺呢個中東嘅軍事基地咧進行呢個導彈嘅轟炸嚇，咁啊仲有咧幾廿支導彈就射咗去特拉維夫，咁啊唔知道即係佢嗰個情況係點樣噶啦，冇乜人報道，咁你明噶啦嚇。咁啊不過咧就話説翻轉頭咧就係呢次個美國同以色列嘅軍事行動啊，佢 CNN 報道係經過好多個月去精心部署嘅。咁啊，大家咧可以睇到咧，點解咁精準命中伊朗嘅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啊？佢同埋佢嗰扎高級嘅將領喺嗰個地方開會，嘭一嘢就中咗嚇。咁啊，原來咧我就將佢結合為天地人嘅嚇。咁啊，就美國咧通過天上嗰個衛星，咁一路咧都喺度跟蹤緊哈梅內伊嘅行動啊。佢日常嘅出入喺邊度啊？咁全部都知道晒㗎啦。咁以色列啊，梗係叻啦！大家都聽過嗰個摩薩德呢個組織啦，呢個係情報組織啦嚇，咩組織都好啦，間諜組織都好啦。咁咧就不斷咁樣去滲入嚇哈梅內伊身邊嗰啲人係攞到情報嘅啊。咁之後咧就再用呢個 AI 嘅系統啊，就嚟分析，終於咧就決定禁制。咁啊禁制又梗係一嘢就當場炸死咗呢個哈梅內伊同埋佢幾十個高級將領嚇，包括國防部長。咁啊當中遇難嘅咧，仲有呢個哈梅內伊嘅妻子嚇，即係2日後都係醫唔翻㗎啦嚇，救唔翻啦。咁啊佢個女啊、女婿啊、孫女啊都喺度嘅。咁啊我個人嘅分析咧就係話，即係美國咧呢次處心積慮，要滅伊朗又好，要奪伊朗又好，要降伊朗又好啦。咁啊有3個原因。第一，伊朗咧係全球石油儲備第3大嘅國家，係嘛？咁咧就佢已經馴服咗呢個委內瑞拉㗎啦。咁而家咪變咗可以有石油嘅定價權咯，係嘛？咁啊，伊朗同委內瑞拉咧個石油大部分都係賣俾中國嘅，咁但係佢哋咧都係用人民幣嚟結算，咁你大家都知道去美元化惹嚟啲咩後果㗎啦嚇。咁啊仲有咧就藉此你可以切斷呢個中國嘅一帶一路，破壞埋金磚國家呢個組織。大家都知道2024年咧，伊朗係正式加入咗金磚國呢個組織㗎。咁你話係咪一舉三得咧？咁我哋咧一陣就再講油價。大家好，我係黃冠一，個個都叫我黃 Sir 嘅。而家 join 我嗰個 Patreon 咧，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獨家對市場嘅分析。
Patreon 會員將會享有專屬限定內容，每星期嘅獨家影片同文章，為你分析環球投資市場，仲會以宏觀角度對股市、外匯、債券、商品、資源等市場作前瞻性嘅分析。少少嘅付出，隨時為你帶嚟意想不到嘅回報，立即join我 Patreon啦！